看这个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的边啊，昨尾嘛4点外发生严重的车祸，78岁驾驶不明原因开车来冲浪，迄个时间点拄好是附近的三峡国中咧放学，车就安尼冲浪放学的人潮，弄死3个人，有12个人受伤。即摆调到监视器咯，原来迄个驾驶伫咧冲浪的1分钟前，离进前一个路口就已经出车祸。伊先去弄这个分隔岛，要马去，搁去共弄到后壁车，然后是催速度甲车驶咧走，沿着国城街一路来批车，就安尼冲浪到14个人。学生下课过桥路后一秒，向有一台轿车弄红灯驶真紧，直接弄落去。几个学生当场被弄倒在地，册包、课本、考试单啊落甲满世界，要乌托摆当场被弄断做2截，连安全帽啊都落伫涂骹。不过这个驾驶嘛是无将车停落来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轿车直接弄过红灯，弄到过路人甲车，现场零件喷甲满世界，砰砰响，看到人赶紧用手机啊报案。这个恐怖车祸发生伫昨下晡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前，为监视器画面看会到，这个驾驶呢弄到人进前已经成吊死。路口监视器画面有翕到，银色轿车准备要倒弯，先弄到分隔岛，驶倒地时，佫弄到后壁的车，不过伊无落车，嘛无动电，颠倒是加速驶车离开，随后就弄到15个人，造成严重的死伤。车祸过程，这台银色轿车先伫学生路去弄到分隔岛，弄车了后肇事逃走。随后沿国城街一直驶，伫北大国小前弄到15个人，佫沿着巷仔口一直弄过去，前后弄到行路的学生囡仔甲经过货车，后来自弄伫复兴岛的分隔岛才停落来，甲算算的冲差不多400公尺。就是一台车从对面这样冲过来，对啊。好像国中好几个学生都被撞。我讲不出话来，真的，当下来真的很严重。我不知道先救哪一个。严重车祸伤亡的大部分拢是学生，互人片头会酸。警方针对肇事驾驶进行抽血酒测，初步认定讲伊无啉酒。检警赶到现场，勘验这台车，要调查车祸的原因，幸福伤亡的甲家属一个公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